政府新增開立中央儲蓄戶口嘅條件，包括3項有關非身處澳門嘅原因，並且將在澳狀況嘅確認程序延長到8月31號。根據有關規定，凡喺每年1月1日仍然在生，而且喺舊年至少有183日身處澳門，已經年滿22歲嘅澳門永久性居民，可以獲得一次性澳門幣1萬蚊自動存款。今年新合資格人數大約有25,000人，而新增3項可以視為身處澳門嘅狀況，包括因為長期患病臥床，又或者全身或半身癱瘓而常居內地。負擔喺澳門特別行政區嘅配偶同埋直系親屬嘅主要生活費而喺外地工作，基於人道或者其他具適當說明嘅理由，得行政長官許可，非因法規所指原因而唔喺澳門嘅期間，亦都視為身處澳門。新增嘅3項原因唔適用於2010年撥款，符合規定嘅人可以喺今年8月31日之前確認在澳狀況。實習記者鄺慧敏報導。